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乐业》。头摆我哋会讲爱情条路，爱去态度事的情，不过也几年来常常有改变了哟。各位后生朋友，现在回到老母，回到家乡，自家去追求梦想，来创造自家的事业。今日呢，我哋就特别邀请来自嘉东水乡荞克地的一位后生朋友。佢几年前去做工程师，没想到回到老家之后，听说爸爸妈妈的事业。又因为自家的兴趣，我选择来做一个荞克地。做下去之后，才发现到有新的地方哦，做唔会差有新的成绩呢。呢，佢个创业之路底背有两班的特别的经历，也系故事呢。可能夹夹录来分享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马上来分享给咱阿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水雄，我来自嘉东，我在做巧克力相关的工作。哇，分享阿雄来到我们节目底背哦。听到有讲到阿雄之前的工作啊，系提做工程师，错冇？同人家做嘅工作冇相用咧。阿雄讲，先来同大家了解一下，听数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讲之前的工作工程师系提做乜嘅工程师啊？我之前的工作是在他那一间工厂是算做塑胶测出的工厂，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工厂里面都是在做那一些模具模型，所以我们就专门在画图。做工程师画那一些里面的设计的机械图，对，然后那时候在做大部分都是面对电脑比较多啦，电脑程式，然后都是跟里面的员工在做沟通的工作比较多。嗰種原本學嘅也做一個工廠白圖，人哋講工廠設計相關嘅課內嘛吼。對。哦，嗰種你以前畢業之後，你第一份工作你去做一個工程師，然後嚟做工業白圖，都好使命，係咪？係，對。哇！你平時嘅工作內容差唔多係兩班人做一個工程師嘅部分啊？我們在做的話，基本上就是都在工廠，就是都做那一些其他的那一些工作的話，就是我們大部分都是面對裡面的人比較多啦，比較沒有向外面的人去做溝通。你上班時候，你去看，條街有交辦乜嘅任務工作，同同事討論一下之後，自己都坐喺電腦面前，可是睇白圖，你到下班安尼，工人上班咧，有個共用嘅流程嚟亂一擺。對對對。你一個工作，你自己感覺一個工作嘅本人嘅感覺係乜嘅啊？那時候在做的話，就是我們在做，基本上就會跟現在比較不一樣啦。因為那時候在做都會是比較一般的上班下班的工作。可是如果開始自己出來做巧克力相關的時候，你就需要面對客戶，所以這會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啦。其實對我哋一般人嘅印象嚟講，做一個工程師之類嘅工作，工作穩定，薪水應該也唔會差嘛，你係乜嘅原因本想講，我愛回到家東嘅老家去，嚟做聽數爸爸媽媽，係有乜嘅特別嘅發生，有乜嘅原因嘛？也係講老家有特別講，愛過來哦，那時候在工廠是就是上下班比較一般嘛，可是回來之後就是因為家裡也是本身也是做五金行啦，所以那時候回來的時候就是想說要幫爸爸媽媽做相關的工作，對，然後那時候回來到嘉東以後，我們在做那一些工作的時候，就想說，是不是也需要出來創業？因為我家裡我還有一個弟弟，所以如果兩個人都做同樣的工作，就是家裡的人會希望都是做不一樣的工作，但是可以互相支援這樣子。對，所以那時候想說可能要出來創個業，做不一樣的工作，可是可能會跟機械相關。所以那時候回來原本是這樣規劃，可是後來因為誤打誤撞啦。對啊，那時候就想說，回來的話，那要做的話要做什麼？就很多會思考說，要做什麼相關的。對啊，最早原本考慮的東西可能會是一些釀造類，因為那時候我爸爸他們在小時候農村都會有人家在釀醬油，或者是釀一些相關的東西，醋啊這些。所以那時候想說可能是不是來做相關的產業？對，所以那時候想說如果釀造品的話，那就可以來去找相關的資料，先去學習看看。對，所以那時候我就從紅酒開始，我那時候就去學紅酒，然後去學釀酒，就是因為它跟發酵也有相關，對，然後那時候就去學這個，可是學完之後就發現說，台灣雖然有人在品酒，有人在喝紅酒，對，你也知道法國的環境，因為你去學過紅酒，你就發現法國的環境那一邊，他們跟台灣也很不一樣，他們都講求天然，然後講求自然的環境，可是今天你到了台灣以後，你會發現說，葡萄在台灣其實你要種就要在中北部，南部就不適合種葡萄。對，然後你也會發現說，酒要做的話，在台灣有很多法規，對，你要走這一條路其實會很辛苦，因為你很多法規，你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厂你很难做得起来。对，你可能会需要更多人去帮忙，你才有办法做得起来，不然的话那些法规你也很难避掉。哇，没想到葡萄的焗酒，俺哋都想讲，做一个葡萄酒焗酒，应该安尼做好就好呀。没想到还底部还有涉及到法规的部分哦。对对对。哦，你这个去研究之后发现到其他法规会挺麻烦吗？因为它法规就还有烟酒法嘛，我们台湾还有烟酒的法规，所以你就变成你做好你也不能卖。对，所以就会卡到这一些，所以后来就是想说，那干脆就先看看，可能做其他的酿造品。对，然后冇按麻烦的部分的酿造。对，所以后来就想说，考虑其他酿造的话，那时候就是刚好在屏东博览会的时候，刚好有看到客委会那边正好在推广巧克力。那时候才了解巧克力的制成，它有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时候也才知道说，原来巧克力也需要发酵才会有风味产生。对，所以那时候想说，巧克力既然在屏东都可以种，那是不是就跟法国在他们那边种葡萄的概念很像？对，所以那时候想说那来研究看看做巧克力的话怎么样，然后发酵这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克服掉？安尼发阿雄，这个现在来做一个巧克力，系拄好，因为个机缘之下去看个博览会，输到个相公伫推出的一个内容来讲，挺相当嘛吼。你自家摕做之后，你迄自家来做一个巧克力，数人家原料，还是讲自家有去种一个可可啊的树来数个其他个因呢，这样来做巧克力。我那时候是先做巧克力，那时候我就是去，因为台湾那时候已经推广好几年了。对，所以那时候我是先到各个不同的巧克力的农园去参观，去参观他们的农园，然后看他们大家在做怎么样。然后我也有去买国外的豆子跟台湾的豆子，然后自己先从加工开始做。对，然后加工完以后我才发现，台湾的豆子的味道跟国外其实差很多。对，它的风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跟我们在做红酒的概念很像。对，每一家做出来的红酒都不一样的味道。对，巧克力也类似这种概念。一个巧克力，一个台湾他都有讲，有卖给国外的嘛，同这个我们国内的用炸之间，里头有没有个差别？像国外的话，他们在做的话，你就比较难吃到果酸味。台湾的就比较会有一个果酸味。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差别。对，所以台湾的巧克力通常人家吃都会觉得，怎么会有带酸味？可是外面的怎么都没有。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差别，会比较好吃出来。不过，也个看人来讲有的人可能嗰失败希望一种可能讲果酸味失败酸呢，有的人都唔好，怎么各有它的客群啊。对。工作者呢，现在来做一个巧克力的时间啦。卢卡的反应系嘛嘅，虽然讲卢卡有讲，人哋这个卢卡有做嘅金红啦，做一个供应的部分，希望同这个露台做无共用的分别不过今日希望嘅也係講唔睇共用嘅領域嘛。一係對一個工業跳到一個農業，跳一個台呢，盧卡嘅反應係乜嘅啊？我家里的反應一開始當然是就想說，因為都是跟家人一起去參考啦，所以那時候家人其實還算蠻支持的。對，所以家人在做這邊其實就還好，就因為大家都是溝通過以後才決定要走這一條路。對，所以那時候跟家人的溝通就比較良善，沒有說有衝突。但是在做的期間也會說注意到說，家人也會問說你有多少把握可以做得起來啊？不要自己沒有把握，然後你又再去做這一途，這樣會很辛苦。對，所以那時候也是考量很久啦。對，所以那時候考量完以後，我們也是先從發酵自己先做發酵試試看。對啊，那時候也是跟人家買一點點，然後自己試。可是那時候在試就會發現，其實量少要做發酵沒有這麼好做，所以也是會有失敗的經驗。對，但是從失敗中，因為那時候我剛開始要研究這個的時候是，那時候剛好客委會他們的課程剛好都結束，所以我那時候我就沒辦法說先去上課再來做做看。對，所以那時候我就都是上網找資料，然後看書。買一些書來學習。哇，安尼無簡單呢！唔可能自家本身學嘅係工業嘅，你跳到一個農業做一個食品嘅加工嘅部分，結果又冇去送到去前半部都全部自家在摸索，係咪？對，我前面都是自己摸索的時間比較多啦，後面才開始，因為政府那邊也會有一些教育的課程，我們就再去上課，再把那些地方補起來。你這個摸索嘅部分有個時間差唔多一長嘅呀？
我摸索的部分大概也差不多快1年，因为我是去年我才开始在推广品牌。对，前面的那1年大概都在摸索跟上课。这个在摸索的时间啊，卢卡为什么讲，就像头拄仔讲的嘛，今日还会担心嘛，用用办去安抚卢卡讲，放心，这个在做一个事情，有把握。也可以做得成功，因为某一上课有提这个摸索，卢卡可能还是18位想说你那个用版有没做过一个事情啊，你怎么去安抚卢卡的心情？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家人都会担心啊，但是就是慢慢做，开始有成绩出来以后，家人就比较不会担心这个部分，因为就会发现，我们的豆子也可以跟人家做比较，但是刚开始当然也是会想说，我们的豆子好像做起来没有别人的那么好，就一开始当然也是会担心说到底这一途走会不会很辛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慢慢把东西做起来，有看到成绩以后，其实家人就会慢慢的放心下来，你就不会担心说家人还会觉得很担心你这个部分，因为你慢慢越做越稳定了，就不会有这个担心了。那阿雄，你头都有讲，你迄是树你刚才挑的嘛？后是你考虑讲这个种吗？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原本想说，我都收嘉东的果农，就附近的果农，因为大家已经有先种了，对，因为种也要一个时间嘛，所以那时候想说，就跟果农先收，然后我们就帮果农把那一些东西可以做成产品卖出去，对，所以最早那时候是都是跟别人收，然后后来就想说，但是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如果假如说果农遇到农业上的问题，他们可能在种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在种一些品质上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也需要种一些，我们才会了解它的生态是怎么样，我们也比较好跟果农做沟通，或者是现在我们之后可能这一期没有果，我们是不是自己也会有一些果可以用？所以想说那还是要自己种一些起来。对，结果后面就自己又来种哎，对，种的面积差不多一台啊。我们目前种3分地啦，对，就是算是没有种的很密集啦，就是尽量也是希望说它可以像天然农法那样的做法。你用自然的公无沙药的来种，顺沙的这个也可以去讲到前面上到小农会遇到的问题啦，这个无原料的时间也可以自己支援，那样的容易嘛。哇，这个真是怪辛苦呢！没想到除了做一个台位之外，还会自己去种，这是以前没想到的部分啦。对，那是以前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想说，台湾都有人种啦，我们如果跟人家配合就好了，就可以帮人家处理这个，也可以让人家产品，因为巧克力通常种的人不一定会想要去做加工这一块，对，但是你这样你都有做加工这一块，你就可以帮人家做前面的东西来做，把农产品变成产品，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想说，但是你如果自己没有种，又变成好像怪怪的，所以后来又回去又再把前面的东西又再把它种起来。哇，你个天气越搞越太热呢！哇，观众朋友，你看阿雄这个天气，没想到同大家沟通之后呢，越做越好哟。不过这个品牌创作之路真是有安顺心哈。好，更多精彩故事，休息一下，另一比赛，我们马上过来哟。前面讲到阿雄啊，这个因为这个兴趣，归到老婆之后，转做来做巧克力一个创业。不过一个创业之路应该无咁样想的咁简单。你看佢含自家种可可啊，自家来做一个巧克力，种一个可可啊，真是有咁简单哈。阿雄，这个头有讲，以前係树嘅头嘅嘛，后是面想讲可以来种看下先。你这个种下去之后，真是有咁简单嘛？我哋弄地讲加冻嘅片啊，可可可以顺。有个兔子奶子应该同人一般的奶子讲冇共用，会唔会有某个影响啊？其实，在嘉东这边种的话，大部分土质还是会看自己本身土地的土质啦。所以基本上就是还是看大家每个人种的农地本身的性质怎么样。那每个人的土地性质不一样，其实还是会有差别。但是因为我是先从制造开始，我后来才去上课，再去补足那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也都会有学到相关怎么种植比较好。对，那时候农改场他们也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给我们，跟我们说要怎么种才会是最正确的方式，再种它长得也会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去学过以后再回来种，其实种这一部分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冇个讲种下去会全部死
全部吸黑啦，也还讲长不大之类的困难都没。那时候在种的话，小苗会比较会有啦。你刚从种子开始要发芽，那时候会比较会有失败。但是当你小苗开始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就越来越可以比较放心了啦。对，小颗的时候当然就会比较需要照顾。你可可啊，其个蜂蜜啊，人底下讲其决定它的味道了，系休息米的加工的部分，对，怎么？你加工的部分同种的部分比较好咧，种的部分这个冇问题嘛。加工的部分哦，有多嘛个困难哦，这个影响地不会够沉咩？加工的话，应该就是一开始的发酵啦，因为它也是形成巧克力风味的部分。对，所以那个发酵的时候，刚开始，因为我们都会想说要尝试，所以就会只用一点点。可是其实一点点的话，很难达到它要的温度点，因为它需要一定的热量。对，因为酵母菌是比较看热量的温度。嘿哦，故说发酵的时间，含做在讲，我用1碗体位去发酵，同个1上体位去发酵，跟冇共用。对，两个会不一样，因为量的不一样，产生的温度也会不一样。总唔得讲实体的环境的温度，本期去天数发酵，安尼也都唔得咯。这样也不太行，就是它本身它的量不够大，你要做发酵的温度就会比较不够。所以就变成说，刚开始在做就会变成比较困难。反而后面量开始有比较大的量在收的时候，那个发酵的程度反而会比较稳定。你看吃了一道边之后，才发现到一个问题，因为你头都有讲，人可能失败吃可能性，100吃差不多1道的量呀。我们一开始我最少的时候，我有做过像1公斤，可是像我们现在在做都是20、30公斤在做。这量真的有差哦。对。系啊，吃到后期米发现到讲个发酵的本土的问题之后呢，迄唔系都全部都成功的，都更加成功的几率都提高的啊。成功的几率就会慢慢因为量有上来，温度就会比较好控制。因为它就比较不会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对，你没有量的时候就很容易，像如果今天比较冷，它可能温度就很难上来。对，但是你量有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影响，它风味也会相对比较稳定。安尼拄好啊，因为俺哋喺屏东，俺哋拢提供屏东的温度比一般的地方都含个少暖一些嘛，嗰时候睇做一个加工部分，係唔係真有帮助啊？加工的部分的话，因为屏东也比较热啦，所以在我们发酵可能会是优点。可是如果在我们像我们巧克力，在我们在吃的话，我们就会希望它很容易就会融化。所以在屏东太热的地方，就变成我们在运送或者是我们在储存。它就变成我们都需要冰在冰箱，品尝才拿出来吃。对，要不然的话，你平常放在外面，它可能就会软掉，或者是没有这么好吃，没有这么脆。有好的地方，也有唔好的地方。好的地方，我讲人哋加工前面的部分可以帮助其发酵，唔过加工黑的时候要保存，结果因为屏东太少暖了，等到人哋要出去运送的部分，还要加冰在冰箱地度。对。你规个加工下来呀，这个感觉讲。最困难的部分都发酵嘛，其他的部分还有更困难的要注意的地方吗？其他的地方要注意，可能就是在我们销售啦，因为我原本也是做工程，都是做内部的工作，现在要出来创业，就变成我要面对客户、面对群众去做销售，所以一开始当然会比较没有这么适应，但就是要慢慢的去磨合啦。也是慢慢的训练自己，说要面对群众去做产品的介绍，因为这一点像是我在工厂是比较不会遇到的啦。以前都面对天龙嘛，第3年安尼讲法，更加面对迄银行，又唔伫讲银行，等下因为迄1个人还是1对人，怎么？真是一个挑战非常的大呢。这个有拄到过体摆啦，讲体摆拄到按到银行，这个有乜个想法用办去应付？刚开始当然就是要对自己产品要了解啦，比较好跟客人介绍，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学习，面对的人越来越多，就会慢慢知道说怎么跟别人做相关的沟通，或者是怎么讲，别人比较能够理解我要讲什么。因为今天我如果讲得太深入，反而别人会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意思，变成我要常常在解释。但是你今天如果用简单的方式跟别人讲，别人其实就能很简单的理解你在讲什么东西。按你举例来讲一般的银行会问到一个巧克力，因为加上屏东的巧克力，大部分来讲都会算精品巧克力嘛。对。一般的银行拄到一个时间，如果奇怪人哋嘅巧克力用变到700几，嘅假使是700个，人哋用办去分辨讲有个产品有个巧克力系好嘅，也系唔好嘅，应该大部分的银行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吧。
也会有人问到说巧克力怎么分辨？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看它的标签啊，它会有产品的内容物。通常我们说比较没有这么精品的巧克力，它的内容物可能就会添加很多香料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植物性的油脂。对，因为巧克力比较有价值的其实是它的可可脂的部分。对，可可脂在国外他们都拿来做化妆品高阶的用品。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去做高单价的东西了，所以它就不会加回去巧克力里面，它就会把它用一些可能比较低阶的植物油啊加回去巧克力里面。我说人家银行在问的时间，你要用安尼的方式分享讲，产品很用版分辨好的也唔好的。啊，不过人拢提供个标签啊，迄人家去打出来，然后印上去的嘛。啊，假使讲伊真是拄到迄个规模良心的去做假的标签，人真是也看不出来啊。啊，假使讲人看到实际的巧克力，人会用版去分辨其个好同唔好。其实如果要分辨的话，除了看标签以外，剩下的就是你可能可以看颜色。对，一般巧克力颜色其实是比较棕色，如果比较偏黑色的，就是代表它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去做加工。我唔会有条件讲，无啊，人哋唔买迄有的巧克力啦，其有的嘛，一定当然一定无所所的，没有安尼讲啊。对。不过头头阿雄有讲到讲，巧克力叫最重要迄可可脂嘛吼，迄其他可可油的部分，其他那可可还有乜嘅好的地方嘛，有好营养的成分。它在里面的话，其实巧克力对三高都会有好处啦。因为第一点它是对油脂有好，然后可可固形物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可可粉的那个可可的部分，它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都会有影响。对，它里面有一些物质是其实对，然后就加上我们本来就是发酵品。对，发酵品其实原本对一些酵母菌啊就会有一些影响。我说其大部分的营养，除了那个可可油还讲其他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元素等等，最重要的部分，其对这个身体也有帮助。不过，其实是有的巧克力唔好加其他的东西，做嘛？对，有的人可能唔知讲，其实是巧克力唔会查啊，比如是量一下又是太多，结果没想到这个身体也免费，错嘛？阿雄，除了做一个巧克力之外，你自己有做过研究吗？因为你自己以前喺学嘅工业嘅嘛，人讲学一种理工科嘅，其实最重要的讲，就会做一个分析，就会讲，我一个部分有乜嘅数据啦，公法来看一个市场。你有对这个银行做过研究冇？讲哪一条的客群适合哪一条的巧克力？你有自己做过一个研究冇？我自己有做过研究，但是主要还是会看人啦。因为像我之前摆摊，我就有遇到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是敢吃苦的。我们印象中小朋友可能都不敢吃苦的，对。但是我就有遇到有一些小朋友，他是愿意吃苦的巧克力。对，他们不会特别排斥，对，所以其实还是会看个人的感官啦。有些人就可能他就不喜欢吃苦的这个味道，或者是我们台湾巧克力都会带一点酸味、果酸味，所以有些人也不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能他就不太适合吃太高趴数的巧克力，因为它本身的习性就会影响他挑选的巧克力的性向。对，所以你说要特别去调查的话，有时候也不会因为年纪或者是因为他的年龄去改变那一个调查，因为还是看个人大家对食物的味觉。安尼讲好咧，头头唔讲到有个小朋友家己是个副的，其实都一副的啊，一道拍的巧克力啦。我之前遇过是有一个，应该是算幼稚园的妹妹，对，她那时候她就吃到100%，她还觉得还好，她还可以接受，所以真是的哟。对，所以就变成说，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遇到这种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不一定说比较苦就是小朋友就不喜欢，对，所以还是要看每个人，因为每个人能够接受苦的程度不一样。你有讲到讲失败嘅酸米喺人台湾巧克力的风格嘛？如果你又唔好是一种酸米嘅，也係講是特苦嘅，你會用辦去推薦講，是哪種嘅巧克力，這樣符合到唔好是苦嘅，唔好是酸嘅巧克力的飲客啊？因為那時候我也是有遇到說有人就是吃70%的巧克力，其實對我們有些人來講，他可能覺得已經太甜了。可是我遇到有些客人，他觉得这个酸味跟苦味他还是不喜欢，他觉得70%还是太苦太酸。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干脆我们就来做白巧克力。所以那时候我就往白巧克力的方向走。因为白巧克力它的主要成分就会是可可粉、奶粉加上糖。所以它做起来就会是白色的巧克力。不过有个真实酸係可可嗎？又係佢唔算人哋講嘅真實的巧克力啦。
如果你要说它是不是真的巧克力的话，因为像我们可可脂里面，它其实就有油跟可可粉的2个部分。对。可是我们白巧克力就是拿那个可可脂，人家拿来去做化妆品的原料。对，我们拿那个部分下来做白巧克力。可是因为只做白巧克力，它吃起来的味道就会像牛奶糖的味道。对，虽然很多人可以接受牛奶糖味道，但是它就变成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结合台湾的茶叶，然后台东的洛神，或者是我们台湾像我们屏东这边有在地的土肉桂。对，我就拿那个下去做不一样的巧克力出来。哇，观众朋友，你看阿雄很亲贴心呢，比如我们的人客无汹涌的人客，现在来做一般的巧克力同泡嘅巧克力哦，不过有2种巧克力做出来的产品很样板呢。休息一下，马上继续跟大家来小解哦。哇哦，头都讲到啊，我们阿雄其他嘅巧克力，有有的，还有其他口味的拍巧克力哦。更加来看下先，其他嘅巧克力到底有哪道口味吧？阿雄，你今本日有做带到现场的巧克力，可以同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嘛？好不好？好啊，可以啊。你们对哪个巧克力开始啊？可能从白的开始吃吧。拍嘅，不过我看到更加冇拍嘅呢，有糊的，有橙色的，有咖啡色的，还有水粉色的，冇拍嘅呢。因为我的白的我都把它做成风味的巧克力。等一下，古所讲，我鸦片现场的巧克力底杯，除了有个糊的巧克力之外，其他有色色呢，全部会拍巧克力啊。对，都是白巧克力做基底下去做。哎呦，你能对哪一开始啊？可能从茶叶的开始吃，就是绿色那一块。强的呀的。对。我能试过那先。那一块绿色的是算台湾的乌龙茶。对，我是用台湾的乌龙茶的茶叶去磨成粉，然后把它加到白巧克力里面去，做调和，所以它应该会味道上应该就会是前面应该就是茶味，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像我们喝茶的尾韵一样会回甘的味道会回来，对，然后因为本身它还有一点奶粉，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个奶香味，有点像在喝奶茶那种感觉。有，你看。真是观众朋友是还就像阿雄讲的，真是有一个某种的层次。不过阿雄大家都是还替的米都会给它跟粘粉粘的米稀里，因为第一个下去是都会给它粘粉的天呢熬还一直温度开始上来了，给它给茶叶被米稀都出来了，真是好些米都像唔讲的，人哋试茶有冇试到好些米有个茶的尾韵的米稀最好些米吞下去之后。真是就像我们在吃嘅，就像我们讲的乌龙奶茶啦，也係講嘅綠茶薑蓉，這種綜合起來的東西，對，會特別呢。對，它會比較特別。哎呦，也個係我們台灣的茶葉吧？你用辦去鮮也個茶葉呀？我茶葉那時候我是都去找茶農，那時候因為在台中那時候，在比較中北部，他們有時候會辦一些茶的博覽會，然後就去那邊參觀認識茶農，然後就跟茶農問看他們有沒有可以合作的，然後就跟他買一點回來做測試。那時候也測試很多款不一樣的茶，然後再從裡面挑我們覺得味道比較 OK 的。嗰時候鮮的一個茶葉應該也係算品質幾好，我哋台灣的茶葉嘅小農給人種出來嘅。對。有特別講，我哋嘅茶葉一定會自然農法啦，冇都也係有機的嗎？我們基本上都會，因為現在台灣基本上他們都會要求茶廠一定要無農藥檢出，這是基本的。對，所以我們都會找他們一定要無農藥檢出，然後本身因為現在茶葉他們也越走越高端了，所以台灣的茶葉他們也會要求的比較嚴格，所以我們就是找比較我們覺得符合我們的要求的，然後食品安規都要有 OK 的，我們才會使用他們的茶葉。安尼使用來真是幾安心，因為人哋是腦杯有可能係講緊進口的，你講講佢用的茶葉啊。就唔係人哋台灣咧，甚至於講你用其他地方咧，你都講講地方有農藥，還有乜嘅加嘅清度嘅東西，所以有嘅嘟好，真安心咧。還有呢，還有按上去嘅巧克力嗎？紅色的是粉紅色那一塊是洛神的巧克力。洛神哦？對，台東的洛神花。哎呦，它吃起來味道應該就會是前面有點像梅子的酸味。
然后后面才会是一个洛神的莓果味出来。真是怪爽！哇，吃下去，那第一个好的米丝吼，真是就会莓果味。啊，不过吼，马上温度上来之后，炸出来的迄蒜米呢，清爽，真是有吃到清香的，是个洛神花跟果酱中庸。对，啊，不过第一个下去的时间，清香蔓越莓。对，它的味道会有一点层次感，因为我把它做的比较淡，跟牛奶混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味道就会有层次感呈现。对，不会像我一般只吃蔓越莓，或者是只吃洛神花，它就是一个酸味一直呈现同样的方式。对，它就真是呢，一吃下去的感觉，从个最底部的温度本去用迄个时间个感受吼，完全无共用，真是怪好教你。安尼再来喏。再来应该是肉桂的，那个是台湾的甜肉桂，甜肉桂，对，所以它的味道会跟国外的会比较不一样。对，国外的话它会有一个涩味在后面，会有些人就会不喜欢这个味道，而台湾的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真是的呢，阿雄，头头安尼个吃下去啊，其实我先讲哦，我本身唔好吃肉桂米丝，啊，不过适当牙个口口的之后，其他个米丝。其迄讲吃下去，其迄淡淡的，唔吃得出来其迄肉桂，啊，唔过无像人哋一般吃到的其他肉桂的产品有冇？其会有太辣的米丝，很刺激有冇？又佢唔会，其迄算温安尼，天天的散发出来，啊，其有个淡淡的香味，我感受到也个肉桂嘅口口里係可为哩。以前我吃到其他肉桂嘅产品啊。不能喺口口里也係講其他，食下一個米頭真是有肉桂啦。可能怪好嘅人會想講，我清好也個，因為食下一都提供其個肉桂，啊，其個米頭清強，會辣，啊，有種唔會哩。啊，其個比例上也係講有貼片用慢去製作，去加工嘅過程之中，用慢去加工，本其個米頭安尼夠柔和啊。它主要是因為台灣甜肉桂的品種跟國外的不一樣。國外的是比較屬於土肉桂，對，台灣的是算甜肉桂，對，它的本身的樹種就不一樣，因為這個是台灣自己改良出來的品種，所以目前這個肉桂的味道應該也只有台灣目前有。像人哋台灣香甜的哦。對，啊，你有個原料，有個台灣的肉桂啊，其實有沒有困難取得啊？台灣現在也有人在推廣，它也是種在我們屏東地區，所以我就是跟屏東他們的肉桂農合作，然後就推出這樣的產品。哇！啊，你踩落都係剩下都係有個糊嘅巧克力咯。對。有個一道牌啊？這個是85%的黑巧克力。85%嘅，講講等下一下都拿100%。它應該就有台灣的果酸味啊。我們台灣的巧克力都會有一個果酸味。85%是算比較中間，它比較不會偏甜，也比較不會偏苦。對，因為有些人喜歡吃苦的，他就會可能要比這個還要再往上。就可能會吃100%或者90幾，對，如果要吃比較甜，可能就吃70，對，通常我們講70以上就會有養生效果。阿雄，啊你食一個糊嘅巧克力啦，我這個係感想啦吼，真是就像你講嘅，其實佢微糊啊有個果酸味，啊不過還食到一啲貼片的米絲，唔知係咪三碼有問題冇？我食到有個辣椒種那種辣椒的氣味，唔會辣，不過如果講像種那種。辣椒嘅氣味，一下淡淡的安尼，都過去嘅。會唔會有人下同講有試到有種味道啊？其實我們在做發酵的時候，它就會產生很多不一樣的風味啊。對，所以呢就會有一些像是黑胡椒啊、辣椒，或者是其他像是莓果味、木質味，對，這些風味都是會產生的。啊，最主要米咧人下可能因為佢自家嘅味覺感受冇相樣，嗰時候除了主要的味道之外，還會有其他嘅味道，係咪？我都想講奇怪，有失敗快些講，怎麼個人哋不會食到那個辣椒種嘅米絲？不過真是鬼好食呢，85%嘅試過85%地位，有個負米算係最唔會負嘅哩。安尼下一次我可以試看那些5年的90%、100%嘅巧克力咯。安尼除了我根本你帶過來嘅一道巧克力的產品，這個還有做其他乜嘅冇共用嘅巧克力啦？我還有做其他，像是我茶葉的就有做好幾款不一樣的。對，像現在吃的帶來的這一款是烏龍茶的，我還有做金萱炭焙烏龍。哇，對，那個味道就會跟這個會有層次不一樣的不一樣。啊，我有平常我有時候在外面擺攤，我們也會帶那個抹茶，日式的抹茶。
因为很多人吃乌龙茶会觉得，它吃起来是不是抹茶？很多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就会觉得它是抹茶。哎呀，我头都看到的时候，都想讲，有个算是一般的抹茶嘛，应该还好。冇想到会眼人咧台湾的乌龙茶里。对，所以我都会做抹茶跟乌龙茶出去给人家做比较。如果现场吃到，就会比较明显可以知道说，两个差异在哪里。哦，你在做一种无香用口味的巧克力的时节啊，有发现到讲有那种口味的巧克力够快做吗？在做的话，应该是黑巧克力会比较不好做，因为它有点像我们在做茶叶或者是做红酒一样，它发酵每一次我们不一定每一次的味道都会一模一样，因为它也是要经过天气看环境，对，所以它就会变成没有这么的稳定，我们要做到完全一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每一批的巧克力味道基本上都会慢慢的有一些改变，但我们就是要尽量把它维持在同样的风味取向里面，对，但是它还是在细微的部分还是基本上还是会有变化。不过我这个感觉是讲，我觉得有口味的巧克力更难，因为你还会加工给蜂蜜蜜糖原料来源啊，像乌龙茶嗰度，你还会去加工，才会有其他嘅蜜糖出来，本地最好嘅蜜糖发挥出来呀，怎么？结果唔感觉到也个唔会清难，迄个冇想到嘅哩。你嗰度茶叶係直接打扁绵绵，用进去，也係講有做特別的處理呀。我目前茶叶我是买来茶叶以后，我就把它打成粉末，然后才下去做研磨。对，然后现在也都是目前都是这样的做法，所以它其实就你会吃到完整的茶叶的味道。对，它们就不会像我们泡茶的味道是只有茶泡出来、水泡出来的那个风味。結果牛不過顏色到底會磨個茶葉顆粒，磨個油呢吼。對，因為我們都要把它磨到很細緻，對，不然的話你吃起來會有茶葉的顆粒感的話，吃起來口感就比較沒有這麼好。根本呢，是當日嘅巧克力真是鬼甜鬼歡喜，親像係搞遊戲共用又無共用嘅精神呢。不過阿翔，因來到巧克力一個產業啊，有一段時間嘅嘛，這個來講巧克力一個產業未來用辦的發展嘛。其實未來的話，像我現在進來之後，其實慢慢的一步一步都慢慢，因為台灣算是慢慢有在教育啦，所以大家對巧克力也慢慢的比較了解，對啊。如果你聽一些我們可可業者的前輩講的話，他們就覺得說，以前大家根本沒有人認識巧克力，沒有人認識可可，那時候推廣就會比較困難，但是現在很多人都認識這個東西了，在推廣上就會比較容易，跟別人解釋也會容易許多。哇，今日真感謝阿翔分享安好嘅巧克力同自家嘅故事哦。係啊，觀眾朋友，今日啊，識得阿翔介做嘅巧克力之後，咱本來睇到，原來是一個甜點，是一個巧克力，係安尼安強嘅事情，可以常常咧搞遊戲共用咧，真甜哦。不過啊，有個巧克力係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一下我哋這個菜地嘅小農哦。今日再一次感謝阿翔，今日帶來安好嘅巧克力同安好嘅故事分享，多謝你哦。謝謝主持人，我家泰嘎，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來嘉東走走看看。安尼是咧甜甜的巧克力，更加先停頓欣賞來認同一下咯。